Hi， 大家好。之前咧應承過大家介紹一部咧，就簡單用又易用，然之後咧有香港 IP 嘅 VPN 俾大家。咁咧今日咧就終於都拍呢條片啦。咁就揾到呢一部叫 WinLink 嘅一部 VPN。咁佢咧係有香港 IP 嘅 VPN， 而且佢速度會比較快啲。佢就比梅花快嘅300 Mbps。咁我咧已經測試咗幾個月啦。咁當中佢會有啲缺點嘅。咁我先同大家講下優點啦。第一，佢真係一部簡單易用、即插即用嘅一個 VPN 嚟嘅。咁佢個價錢同梅花差不多，係啦，機價680蚊，然之後可以用1年，續約咧我唔記得幾錢啦。咁到時都係揾翻客服就可以續約嘅。咁我等陣咧就如果有大家有興趣購買咧，我亦都會將個客服嗰個聯繫資訊咁就俾大家嘅。咁就呢一個 VPN 咧，咁其實都係好簡單，一開盒咁佢入邊有網線啦、火牛嗰啲嘢，咁而家試下一齊同大家用一用啦。好，咁就嗱，首先啦，咁我會連接我自己家用嘅一啲網絡先啦。咁啊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就駁兩樣嘢。第一就係駁個火牛啦，火牛嘅係一個 Type C 嘅口嚟嘅，駁火牛啦。之後就駁一條 LAN 線，LAN 線咧呢個頭大家記得係插中間嘅。咁咧而家我熒幕上面咧就顯示咧佢駁嗰個方法俾大家睇。譬如可能大家係想駁啲盒子嘅，咁啊記住佢咧係駁右手面呢個位嘅，盒子係駁右手面呢個位。呢一度大家睇到啦，一定係咁駁嘅。呢啲中間隔離 ，OK 係啦。咁佢有網絡嘅時候，佢就會斬綠燈噶啦。好，咁啊睇完之後，咁我而家就入呢一個後台睇睇啦。咁喺 WiFi 嗰個情況底下咧，其實大家見到我呢度錄屏先。大家睇到佢係會有一個係佢個網絡名咧就叫 WinLink 嘅。咁我入 WinLink 啦。由於我之前已經測試過啦，我係用過嘅，咁所以我係有佢嘅記錄。咁 WinLink 咧嗰個密碼係幾多咧？就係都係1 2 3 4 5 6 7 8啦嚇，都係1 2 3 4 5 6 7 8。好啦，咁啊 WinLink 咧佢有個後台嘅，後台咧嗰個 IP 就係192.168.18.1。你哋開個瀏覽器啦，我用 iPhone 就 Safari 啦，你哋只可以開瀏覽器，連咗 WinLink 呢個網絡之後，咁就可以打呢個 IP 入去，然後入到嚟呢個後台畫面，唔需要任何 login 嘅 password 嘅，直接撳 login 你就會睇到佢後台啦。咁佢後台咧就比較醒目嘅，全部繁體中文，非常之簡單。你中意即係做測試又得啦，你中意點樣做都得。都係可以喺上面做到嘅，譬如你要改密碼啦，你要做啲其他嘢都係冇問題嘅。但係最緊要大家睇住啦，佢喺個代理模式嗰個位置，大家撳手動，佢係會有2個 IP 嘅，分別係美國 IP 同埋香港 IP。大家可以直接選擇香港 IP， 撳保存修改之後咧，佢就永遠都係用香港 IP 去做到㗎。咁因為有好多觀眾就問我，之前梅花嗰個係台灣 IP 嚟嘅喎，我想香港 IP 去做啲嘢，我做唔到喎。咁今次就介紹一部同佢差唔多價錢，差唔多都係懶人包，最簡單即插即用嘅嘢，就用俾大家睇啦。嗱，咁樣，咁佢就改咗香港 IP 啦。咁改完 IP 之後，大家最關心嘅一樣嘢就係，譬如可能，我有啲嘢要香港 IP 先做到喎，譬如可能睇 MyTV Super 啦。譬如可能上香港馬會啦，我用香港 IP 先做到喎，咁我哋要測試下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啦。好，咁大家要香港 IP 最關心其實就2件事啦，第一就係可能係上馬會啦，第二就係上 TV Super 啦。咁我而家試下同大家去即係呢一個 VPN 佢個速度先啦。我哋上 YouTube 睇睇個速度啦。咁我而家連咗去 WiFi 嘅。咁呢一隻咧係300 Mbps。嗱，我如果用 LAN 線咧試過咧，佢就快啲嘅。咁 WiFi 其實都佢個速度啊，會比你自己用即係家用嘅網絡啦，同埋可能你自己有1卡2號嘅卡咧，係更加慢嘅，慢啲嘅，冇咁快啦。
我哋試下撳條影片啦。咁啊，今日係雷霆對馬刺嘅一條籃球片啦。咁我哋睇睇嗱，佢速度確實真係唔算快，係啦。OK， 咁係睇到嘅，但係撈嘅情況底下咧就見仁見智啊，唔算話特別快啦。但係佢始終真係一個香港 IP 嗱。如果你唔教香港 IP， 你等佢自己自動咧係快啲嘅，係快啲嘅。咁但係我哋先做個簡單嘅測試先嘅啫。好，第二啦。咁就最多人想做嘅就係可能佢用呢個軟件去，即係用一翻牆軟件啦，去買即六合彩啊，或者可能有時即係買下波買下馬咁啦，去翻香港馬會嗰度。咁如果係用 iPhone 嘅一啲朋友仔咧，記住啦，你哋如果 download 馬會 app 咧，你就算一卡兩號都好啦，佢都係會 check 到你 notification， 你個地理位置喺邊度。如果你離開香港，佢係唔俾你買，唔俾你投注嘅。咁但係咧，我發覺咗一個問題就係咧，如果你上佢網頁版，佢網頁版上邊，無論係你用一卡兩號定係用境外嘅 IP 咧，你原來都係可以投注嘅。咁你就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係 Android 嘅 Apps 咧，就冇呢個問題嘅。唯獨是真係 iPhone 係有呢個問題啫，所以大家就注意啦。嗱，我而家試下就投注一次俾大家睇睇啦。咁我就譬如買個六合彩啦，是但篤啦，1、2、3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咁我啱啱揀完六合彩啦，咁然之後我哋試下添加到投注區。嗱，咁我哋入咗投注區啦，試下我哋發送投注可唔可以投注到咯？確定。投注成功啦。咁其實係可以買到嘅。係啦，咁啊投注得到啦，咁大家其實知道呢個就已經係香港 IP 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用 iPhone 嘅話咧，就記住咧，佢會有呢一個問題嘅。如果係用 Android 嘅話咧 ，Android 機啦，你直接就下載個 Apps 咧，你只係香港 IP，你乜都做到啦。唯獨是 iPhone 佢真係 check 到你個定位嘅啫。咁就所以就呢一次咧，就呢一個就會俾大家有一個選擇啦。300 Mbps 嘅，然之後就香港 IP 嘅一個盒子。可以俾到大家啦。嗱，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嘅，自己通知嗰個，即係自己聯繫個客服啦。然之後你問佢去購買啦，咁就測試咗俾大家睇。咁就希望幫到大家手啦。如果真係有啲要香港 IP 嘅，用咗咁耐啊嚇，我就先講講佢最大缺點先啦。雖然佢係300 Mbps，但係咧，我如果佢連盒子睇 4K 嘅話咧，你有機會睇幾日，突然之間佢個網絡係會。即係可能停咗，然之後停咗點咧？你可能要撳 reset 啦，又或者你重新開機過咧，咁佢又冇事。咁我大概即係發生嘅頻率咧，一個星期可能會有那麼一次啦。咁啊，唯獨是我用呢一個嗰個穩定性唔同啦。但係如果你嗰個 IP 唔係設定香港，係設定自動嘅話咧，咁咧就會暢順啲嘅。咁所以就大家喺使用嘅時候，如果你唔係有啲嘢你一定要用香港 IP 嘅話，我建議都係校翻自動。咁然之後，你都係入後台啦，可以去 set 到晒所有嘢噶啦。咁我已經測試咗呢個盒VPN 啦，咁就大幾個月嘅時間啦。咁我覺得佢都仲可以接受同 OK 嘅。咁如果大家真係要香港 IP 嘅話咧，就可以即係聯繫客服啦，咁啊去購買。咁啊價錢係680蚊，咁啊可以用1年嘅。之後再充值我其他，因為我未試過充值啊，所以我未教到大家。咁我當然知道啦，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。譬如可能自己識得用電腦嘅，你可以用即係其他嘅翻牆軟件啦，用 Surfshark 又得啊，即係有啲用電腦嘅用 ShadowRocket 又得，又或者有啲人話，原來佢用華碩嘅router， 香港有一個，內地有一個，你可以連翻香港 IP 直接上到香港 IP 去上網都得啦。當然真係有好多唔同方法，但係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即係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啦，佢哋對於網絡真係一竅不通嘅。呢啲就係最簡單嘅爛油包，即插即用俾大家去分享嘅。咁所以點解我就中意分享呢啲開箱咧？最主要就係提供個方便俾大家，同埋你本身你買嗰啲 Apps 都要俾啲月費年費㗎啦。咁其實呢個即係幾百蚊一部，咁你當佢一個 router 有個年費又可以用下翻牆，我覺得係合適嘅，又唔算特別。即特別誇張，好似劏人咁樣咯呢啲，咁所以我就分享呢啲軟件俾大家啦。咁啊，記得中意我影片咧就 like 同 share， 同埋咧就記得要訂閱我頻道啦。你哋嘅支持就係鼓勵我出片最大嘅動力啦。咁啊，希望呢條影片對大家有用啊。咁我下次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啲唔同嘅開箱，又或者帶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吃喝玩樂啦。好，拜拜。